to say was all the game. 在他心里面，他的确是有扮演到这一个团队的一个角色，但是每一场比赛都有9个人在里面，他只是其中一份子。他心里面他觉得下半球季大家互相也多了解了对方的，那大家也知道更有好的默契，所以他只是身为一个团队的一份子，他不敢虚构，他觉得是大家的功劳，他只是有幸在其中里面扮演到一个关键角色。打成那个2垒方向平飞球，哇，这个球直接被靖凯给没收了，直接接杀出局，林靖凯 nice play， 但是要稍等一下，要挑战吗？这个是不能挑战的，是，因为他是直接没有掉在地上，他不是出局跟非出局。是，我觉得抗议是要有那个，当然教练可以出来讲，这个我接受。但是他因为已经直接判出局了。对。主审杨崇卫先生很快的就是上去跟曾豪居总教练棒球规则来讲，提醒棒球规则他可以出来讲说，请裁判你 meeting 一下，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掉在地。做讨论。对，但是你不能去看那个辅助判决，不行的。这是不能挑战。对。哎呦，那就是看裁判怎么判的。对。教练怎么看这一个 play 啊？这个很尴尬的 play 啦。我认为，如果说判出局的话，也是因为那个时间点。事实上，林靖凯你没有看到他球掉在地上。我们现在看的画面是。透过了慢动作，对，不一样。现场看裁判，你看二垒裁判也直接跟你讲出局了。但是讨论之后出局。讨论之后是改判了，所以现在变成林岳平总教练要来了解，这是经过了裁判讨论之后做出改变的一个判决。当然，这时候是需要裁判给总教练一个解释。因为第一时间当然是已经做出了 out 的判决手势。对。经过了裁判讨论之后是改判。没有改判的理由是什么？其实林岳平总教练出来抗议，我也能接受。就说你怎么去解释，跟他讲说，你第一个时间是判他出局的。那后续经过了讨论之后，又做了判决的改变。因为这是个非常关键的 play 哦。对。所以当然到了比赛后段，尤其是只差1分。对丙总来说，每个判决都必须要替球队争取。这样的改判结果将会让乐天桃园在8局的前半追平分，来到得点圈。比赛也因此要先暂停下来。应该说角度问题了。我觉得接着林靖凯的那个角度，那个球的是很下缘的地方，那刚好要很贴近地上。地上。对，因为我们从画面看感觉像是地上，但是你现场看搞不好它不是地上，也是从下面上来的。当然这个角度上是我特别强调，很难去下这个定论。但是我比较在乎裁判都有可能 miss 的地方，但是你要很直接来谈论，对。